最愛健康、最講究生活質量嘅你，現在好啊！我係愛君，今日同你哋講下男人嘅心酸同埋無奈。咁有邊個知道你年輕嘅時候，當你係冇資源啦，又冇人脈嘅時候，係硬字嚟等嘅。咁依家有咗資源啦，又有咗人脈啦，係等字嚟硬嘅，兩個狀態係相反嘅。只有經歷過嘅男人先至明白我依家講緊嘅嘢，明白。咁我有一個客人差唔多70歲啦，佢同我講，佢話佢同年紀嘅人都比唔上佢，呢一句話對我非常之有成就感啊！保養同埋唔保養就係差嘅，就係呢一整個嘅生命嘅狀態。咁你堅持做保養、做調理，加上佢又好自律嘅去鍛煉、去做運動，年紀年齡對佢嚟講只係一個數字。咁你覺得做呢個私密保養，哇，太貴啦！咁你有冇計過數呢？當你出現情況嘅時候，你去補救呢個成本更加嘅貴，係咪？你個肌肉都鬆弛晒啦。當你又出現早乜乜嘅時候，陽乜乜嘅時候，係咪影響你嘅生活啊？影響你嘅性生活啊？你去醫院仲要掛號啊，又要做檢查啊，又要做治療啊，花嘅錢更加多啦，仲要活受罪。最主要嘅係花咗錢，又影響你嘅工作啊，影響你嘅心情啊，影響你嘅情緒啊。所以呢個私密保養唔係你唔好當佢係一種消費，係對你健康嘅一種嘅投資。花呢個小錢防呢個大病，幫你守住年輕嘅狀態，同埋保持你生活嘅質量。咁樣先係最划算嘅投入。咁我愛君係專業嘅做呢個私密保養嘅，龍筋保養、鳳筋保養好多年啦，專門係調理你嘅陽氣、疏通經絡，等你哋返年輕嘅狀態嘅。早做早開心，早做就早收益。我嘅工作時間係早上嘅9點到夜晚嘅9點，需要預約㗎。